所以馬英九基金會風波到即馬也袂煞。基金會3人調查小組發言人李德維啊，早起上節目的時陣就講啊，馬英九的大姊啊，甲金溥聰私下就已經有通知啊。伊講啊，因攏認為講是毋是利用馬英九來做任何條件的交換呢？甚至講啊，今個伊佇個記者會看起來要哭。伊講啊，這對事實的真相完全無幫助。不過目前的進展呢，今個就咪表示啊，要針對一切，尤其李德維啊，採取法律行動了。我這邊念一段，馬以南傳給金溥聰先生的訊息。3個人調查小組發言人李德維今日透早上廣播，直接公開馬大姊馬依南寫給金溥聰的簡訊內容。如果你不停止傷害英九，我們立即準備向法院申請馬英九的輔助宣告，公開你對馬前總統的挾持與利用。簡訊內底會講個真重，表明馬甲親人的態度。啊，若回頭看前一天記者會，前國安會秘書長金溥聰替馬總統授權書，艱苦替馬英九發聲。我不想多講，好不好？就是這樣。這件事情，我覺得對於馬家人來講也非常的痛。我不要用鱷魚的眼淚來形容，但是我覺得其他人的哽咽，都是一時的，對於所謂的財政紀律是沒有意義的。李德維呼籲各界將文書和空間還給馬家的人，只不過金溥聰背回講無收到馬依南律師任何消息，針對李德維講無影的代誌會採取法律行動。另外，金溥聰記者會閣指控馬英九基金會前執行長王光珠向馬前總統，不過即馬經紀平明也了。2025年2月，王光珠帶學員去到北京參訪，大聲報備，而且得到允准。不過尾啊，馬英九激動責備王光珠趕緊回室內，閣跪來磕頭。加上6月底，王光珠陪同馬英九去到中國參加海峽論壇，馬英九用手電人阿媽棍，和王光珠佇咧飛龍機頂靠開路，有驚一個敢若休克，唔知人去，落飛龍機就互送到病院急救。前迄陣就驚甲唔敢一個人面對馬英九。在跟他約談的時候，他的狀況如何？並不好。我並不去證實怎麼樣，但是我可以回答你的問題是，我個人很震驚。是誰講的呢？有人可以出來指證嗎？好，我每天都必須出來講，這不是事實，這是捏造。馬辦加變連環表，如今即馬是母家個人講個人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